东部园区以建筑取胜，是建筑密度最高的地方。五峰仙馆是这部分主体建筑。正厅五峰仙馆是接待宾客的地方，利用灵活多变的一系列院落的空间，造出一个个安静的环境。原来你看到的是包括文窗，在原来那个动荡的时代，是被一些缺少。后面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二手家具市场，然后跑过来，但是留园里面是有老来，各位，我们刚才讲的留园里面是有老物件的。老物件在哪里？后面的这个花窗，在板子的花窗，对吧？一个小的月亮，底下有1、2、3、4。我们刚才说了，这一间屋子叫什么？叫五峰仙馆。先有屋子才有石头，先有屋子才有石头。用月亮照着这五峰仙馆，同时这个5个山峰倒映在水中，这是一幅天然形成的大理石。从哪里运过来的？从云南运过来的。在那个没有物流的年代，纯靠人力把它运了过来。而且大家要知道，这块大理石的厚度只有1.5厘米，稍微重一点，稍微颠簸一点，它会碎。从云南运过来，你想想他家的财力和物力。为什么要放一块大理石在屋子里面？因为我们这里经常下雨，以前没有天气预报的，你用手摸一摸，如果感觉到潮湿，代表着什么？第2天有很大的可能它会下雨，明白了吧？信步到这里，我们就要着意地关注一下石林小院了。石林小院是留园东部庭院建筑群中连接五峰仙馆和各馆之间的一个小地方，是2个以石为景的主要厅堂的过渡，也是留园中巧构空间和园中园。石林小院可以理解为石头汇集成林的小院子，全院以一峰轩、洞庭一壁、回廊和几个大小不等的峰石庭院组成。石林小院被刻意地分成大小不同的6个院子，6个相对独立的院子又通过庭院中的空窗、花窗、漏窗形成了隔而不断的关系。因此分隔非但没有让院子显得局促狭小，反而越来越大，景物隔窗呼应，通透交叠，层次分明，达到了极好的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我没感冒。老李，这边都是你的喜欢的盆景。将来我这个
就送一张一张乐谱，就能做成个片儿。
一直不放弃，是不是？往那边，往那边走。走。我要一个这个景的。